来看高雄市恒大今年3月有抓到一个洗钱的集团，洗钱的金额有51亿。出动时是国内第一只电子侦测犬 Wafer， 伊伫咧现场找到2支关键的手机仔，帮助破案。这只侦测犬是美国训练送予台湾的，未来继续协助警方找出所谓犯罪证据。 警察看这只乌狗入去嫌犯厝内面搜查，狗仔偏偏的就随找出物件。嫌犯是利用徛家厝深入跋筊洗钱的网站，初步估计集团洗钱金额有51亿。这个帮助破案的上大关键，就是这只乌狗 Waver， 伊伫现场找出2台手机仔是重要的证据。伊也是全台第一只电子侦测的狗仔。搜证多时。 伺机破门，同步执行搜索，一举破获3处的据点，并透过宝山总队电子产品侦测犬 Wafer 金源，在现场找寻藏匿之电子产品，取获关键施证。 Waver 是一只2岁拉布拉多，伊为去年9月开始参与办案，到达成功协助4个案件。警员表示讲，因为即马性剥削甲人口买卖案件是愈来愈多，犯罪资料拢藏伫电子产品。经过专业的训练 ，Waver 会当找出不管是手机啊、记忆卡的电子产品，伊拢骗得到，帮助破案。储存在一个电子装置里面。 但是他们因为它东西小，不容易找到，而且他们容易藏，然后我们一般的人力不一定能够每次都能够找到，所以狗的嗅觉非常的灵敏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 Waver 这样的犬只，能够找到我们人所找不到的东西。Waver 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伫去年8月无条件捐予台湾，当初的号名叫 Waver， 是因为台湾生产经营真出名，未来伊会帮助台湾做伙阻止所有的犯罪。记者钟义辉、顾朝阳高雄报道。